台南市政府透过都市更新的方式，公私协力，将平溪营区的土地转型活化为公共主体的资源。其中第一期移居平溪的社会主体，10号下午举行动土典礼，包括市长黄伟哲、都发局长林荣川，以及中央的部会代表、地方民意代表，甲建设公司，拢到场出席，场面盛大。动土，第一城开地平安，动土顺利。地点实在太好了，很多人说买房子、卖房子很重要的是只有3件事情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这个地方的区位实在太好。我们另外一个即将完工的小东公宅、小东社宅是在小东路的那个台南公园正对面那这个跟这个我们国城建设我们新建的宜居平时这个遥遥相对。那这个总共有15层楼高也是非常好的，所以非常谢谢国城建设用高品质的这个营建，能够成就一个非常高品质的社宅，坐落在一个非常高品质的蛋黄区里面。会中市长除了感谢国有财产署、国土管理署、甲军备局等中央单位的协力推动，强调这是中央、地方、甲民间3方面的合作成果。该位置不但周边生活机能好，未来还有平溪转运站会用带动区域的发展。移居平溪将兴建地上15楼，提供238户的社会主体，预计在117年底就用的完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